呢個咪情歌王子蘇永康？唔好以為攞個套套住雙手就冇人知你上咗孖葉喎。事緣喺2002年，蘇永康響台北夜店拍揈頭丸斷正，之後佢響台北同香港都有開記者招待會嚟交代呢單嘢。我喺呢度鄭重咁話俾大家聽，我冇拍過揈頭丸，我亦都唔係吸毒者。當時我飲大咗，乜都唔知啊。不過呢次事件令家人、香港朋友擔心，對唔住，對唔住，對唔住。呢單嘢之後，蘇永康幾乎變咗失蹤人口。直到2022年6月，佢喺台北開演唱會。2023年5月，佢去馬拉開咗一場。2023年10月，佢去澳門搞咗一場。同年年底，佢分別喺台北同新加坡開演唱會。2024年聖誕節，佢正式踏足內地，喺廣州開咗一場演唱會。喺隨後嗰年，蘇永康計劃響溫州展開佢第一場中國巡迴演唱會。細估唔到，原定響10月6號開嗰場，突然俾主辦方叫停。據講係因為大陸網民抄翻佢23年前響台灣拍完單嘢出嚟講，聲討失德藝人冇資格翻嚟搵食。大陸官媒人民網隨後發表評論指出，涉毒藝人可以重新做人，但唔應該重返演藝圈，要求將終身禁演寫入法規，仲建立全國性失德或者劣跡藝人動態名單。我衰我認，咁成龍呢？1999年，有婦之夫成龍搭上亞姐冠軍吳綺莉之後，當事人自爆佢懷有龍種，係又點？成龍最初梗係唔認啦，但喺傳媒嘅壓力底下，佢卒之開咗個記者招待會，講咗句咁嘢：我犯咗全天下男人都會犯嘅錯。條女咁正，唔怪得佢嘅。成龍係中國典型嘅男人。我老豆係男人嚟噶，犯呢啲錯都好正常啫。2025年6月，二婆趙學而、樂壇判官周啟生定咗響大陸開演唱會，就係因為某年某月某日講過一啲唔啱聽嘅嘢，卒之響開之前俾主辦方叫停。咁睇，蘇永康都唔係孤單一個喎。同人唔同命，同遮唔同病。I Cantonese 愛廣東話，粵語保育及傳承。如果覺得內容啱睇嘅 ，subscribe。